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南韩雷探伊这站意外是引起侪批评。韩国媒体就指出，这是南韩全面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节日，警方应该早就要料想到讲，会有比英国更加惊人的人阵来参加活动。不过，煞敢若部署200警察，骹手根本就无够。而且，这个警察主要是掠毒品甲贼仔。媒体就质疑，这警方根本就无规划过要安怎管控10万人的出入。雷太医事故的现场也有侪国际媒体伫遐。31下晡，首尔警方佫一家去现场监视、录影采证。不过面对探问，无愿意讲出任何上新调查的结果。目前找出代志发生的过程，也是调查的重点。可能要采证的方式就是调出附近的那个街道上店家的监视器，去看看说当时是不是有特定的群体或者是少数的人主动的在推波助澜，导致这个事情发生。针对这届南韩历史上上较严重伤亡人打人的意外，南韩媒体悄悄质疑是当局警察骹手无够的问题。有报道指出，代志发生的迄天，首尔附近同一个时间有几件示威的事件，所以警察的骹手互分散去。不过，雷太医过去伫疫情进前万圣节活动，人一向是真济。质疑警方并无料想到疫情取消催暗令了后，头一届万圣节活动人可能会坐甲客袂过，警方就有可能破断了灯打气。交通没有管制嘛，在那个同时呢，有很多的民众，因为他看到那个场景太过惊慌，就这样子奔逃出来，造成说那个交通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混乱的。警车和消防车开始赶过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挺进那个大街的。朝鲜日报批评讲，为了以此特殊，警方迄天伫雷太医部署200个警察，主要是要来掠夺，甲防止有人偷摕物件，并无安排充足的骹手来做人流的管制，是伤过靠实。现在韩国独立记者洪敏亮嘛伫社群网站分析，事故了后，韩国媒体报道，龙山区厅甲警察局对骹手的分配是互相伫下提责任。另外有韩国媒体指出，就伫3礼拜前 ，BTS 釜山演唱会，迄当阵是声10万的歌迷入来。釜山警方动员2700个警察来以此特殊，对照这届雷太医敢若派200个警察，批评首尔市府这届责任是袂走闪的。记者综合报道。在第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东京大阪这2天嘛出现庆祝万圣节人阵，日本警方加派卡手管控，以免发生雷探因付款意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雷太因烧烟烧地意外造成154人死亡，是南韩2014年4月号船内304人死亡了后上界严重的事故。南韩警方去互质疑讲，并知影疫情解封人数会翻倍，却无安排够野的卡手管控人阵。英国《Times》报道，英国都福冈一间移民中心，互一个白人牵汽油弹，2个人受伤。警方后来说是嫌犯后来说是伫咧警方去互发现讲，疑似伫咧车内自杀死亡。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巴西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前总统卢拉出局了后，搁再当选，搁坐大位。上尾是《华盛顿邮报》，马斯克咧回应佩洛西翁西去互攻击的文章的时阵，所引用一条假新闻的内容。拄正做社群媒体 Twitter 头家的马斯克，行为说是引发争议。来看天灾消息，奈个风台登陆菲律宾，大水雨是造成南部造大水，有57万户淹伫咧水底。而且更较严重的是水崩山，目前至少已经夺走48条人命，阁有20多人下落不明。首都马尼拉的郊区水是淹超过1个人悬，目前也咧停水停电。菲律宾南部敏达纳俄这位沿海船电池奈个风台过了后，规个如苍苍，为少厝摕地基去大水冲蚀，桥也断去，大家只好了水搬运物资，连奥多麦嘛爱有6个人做伙伴，才会当过河。那个风台礼拜六为菲律宾东部登陆，外围环流为南部带来惊人的雨量加大规模土石流，造成严重灾情。伤亡集中在摩洛哥自治区，敢若伫这个所在，就57万外户主体去大水淹去，至少40人死亡。帮忙吉丹奥圣山区传出100外户去陷去，不过无找到遗体，无法度确认伤亡。当时这个村民比去较远的所在，早渡过一劫。My granddaughter clung around my neck while I ran up to high ground. Every step was hard because the flood was going down towards us and water was getting into my eyes. When I looked back, the water was so high. My whole house was swept away.
大马尼拉郊区灾情同款严重，灾民表示大雨来得急搁紧，因无想到积水会超过1人悬，厝内所有物件拢浸伫水内，全港积水拢退啊，卖流规涂骹的糖梅膏啊，搁加停水停電，拼长特別辛苦。Everything inside my house are damaged, even the fridge. Lalo na siguro yung mga tao, tignan mo na ano yung mga frigidaire nila, mga gamit din nila. Kasi hindi akalain na ganun kataas ang magiging baha. Akala lang namin yung hanggang tuhod lang. 官方數據顯示，這個風台至少造成48人死亡、40人受傷，目前還有22人下落不明。根據氣象預報，那個風台禮拜進入南海了後向北偏轉，未來幾天會向中國廣東近海過去。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有一條150年歷史的吊橋，經受半年頂禮拜才拄重新開放，這橋煞是雄雄登起，有超過500遊客直接摔落水。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41人死亡。初步調查時認為講，因為當時傷濟人佇咧橋頂懸上過冬，橋才會崩起。迄橋囡仔互趕緊殺入病院，真濟民眾聽講發生斷橋事故，攏走到病院觀察。不過未少人趕到的時，面對卻是一寡一具冰冷的遺體。और आगे नहीं बढ़ पा रहे बीच में गए ना तभी अचानक टूटा ब्रिज 位伫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跨过莫丘河的19世紀吊橋，禮拜二尾仔突然發生崩起，幸運無跋落水的民眾爬伫橋梁殘骸頂真危險。有圍觀的民眾看到受水前往救人。आधे लोग ऐसे टिंग गए थे फिर जैसे स्लिप हो गया था फिर मैंने सबको 6:30 बजे किसी ने फोन किया सब वास्त की फिर मैंने पूरी रात नहीं सोया हूँ मेरे हिसाब से मानव सेवा की है बहुत बच्चे को मैं लेके आया हूँ 108में。報道指出，這座230公尺長的吊橋真正過起來整修半年，頂禮拜才重新開放，吸引真濟民眾佇排燈節頂慶典期間出去佚佗。事發迄當時橋頂前幾百人，有可能是超重未扛力，才發生這件危險的代志。जो एजेंसी ये ब्रिज का काम संभालती थी, उस एजेंसी पे क्रिमिनल दफा 304, 308, 114 के मुताबिक उन पे केस दर्ज हुआ है。當地一名地方官員指出，這座橋梁的翻修工程是由一間私人公司得標施工，不過吊橋重新啟用進程並無得到政府官方批可。目前政府已經組成一個包括工程所在內的特別調查小組，要查明事故的原因。這幾天拄啊好來，古加拉特邦訪問的印度總理莫迪也隨即是全力救災。公司新聞張慧敏編譯。東非國家索馬利亞拜六是發生汽車炸彈恐怖攻擊，造成至少100個人死亡，300個人受傷。伊斯蘭組織青年黨講是因做的，其實這已經唔是因青年黨頭一個犯案。今年8月19日，因就捌攻擊首都一間飯店，掠濟人質，造成21個人死亡。一禮拜前10月23，青年黨嘛使再炸藥汽車衝入飯店，造成9個人死亡。拜六發生的這件，青年黨是強調講，因為因無法度接受教育部用基督教的教學大綱來教囡仔，所以才會犯案。在首都摩加迪修教育部附近發生2粒汽車炸彈攻擊，而且地點選在交通真無行的路口溪谷街一帶，也是犯案人潮較濟所在。總統穆罕默德表示，爆炸造成重大死傷，個警告人數可能也會升懸。waxa oo aad mooday 2 bilood la isku dhuftay qac aan maqalnay marka nin yar roona ila joogay meel walba meydii dhaawac baa yaali qof qaylinaya 離到下晝2點左右，教育部附近發生第一擺爆炸，幾分鐘了後，佫發生第2擺。迄當時已經有救護車甲民眾當咧協助受傷的人，傷亡就安尼擴大。伊斯蘭組織青年黨講是因犯案，未當接受教育部以基督教的教學大綱教育索馬利亞兒童，佮透過電子郵件聲明，死傷的人當中有安全部隊成員。kuwa kale oo safrayo jidka saarnaa oo afgooy u socday ama ka yimiday kuwa isbitaalka banaadir tagay ee ka soo noqday
يعني dadka meesha maraya dadkaasi ahay。李国的汽车爆炸攻击是自2017年10月伫同一个地点发生的卡车炸弹攻击，佮造成500多人死亡以来上致命一摆。索马利亚自早以来伫美国甲当地革命的兵兵支持之下，几夜摆对青年党发动反击，虽然成效有限。公司新闻黄文廉编译。自从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了后，国际唔拿能源价小大起，乌克兰生产的粮食运袂出来，嘛造成麦啊、番麦等等的价小拢对得起。联合国战争是有斗超测，罗西亚同意袂当港口的粮食出口。不过罗西亚即阵是指控乌克兰伫咧运送粮食路线攻击罗西亚海军，所以进行超好的协议，罗西亚要暂停。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骂讲，罗西亚根本就是摕粮食咧威胁全世界。目前已经有218架船无法度出入乌克兰的港口送粮食，目前会先予16架船利用人道走廊航行。国际嘛呼吁罗西亚重新思考，不过罗西亚目前是无回应。俄乌战争持续再度危害全球粮食供应。俄罗斯立告指控乌克兰利用国务安全走廊攻击克里米亚的俄国海军，所以无限期停止7月达成的粮食出口协定。除了引起各国不满，乌克兰更加批评俄国用粮食威胁世界。目前已经有218架船因为俄军封锁无法度出入俄国港口。Росія єдиний винуватець того, що продукти харчування зараз будуть дорожчати для різних людей на величезному просторі від Західної Африки до Східної Азії. Росія – це причина, чому люди, зокрема в Ефіопії, Ємені чи Сомалі, залишаються із катастрофічним дефіцитом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а. 联合国土耳其甲乌克兰已经达成共识，31号载架船沿着海上人道主义走廊沙人，佮呼吁俄国重新考虑协议。俄国官方暂时无回应。不过，普廷顶礼拜表示，俄乌无法度谈判，问题出伫乌克兰。Вопрос не в нас. Мы же много раз сказали, что мы готовы к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И я недавно, выступая в Кремле, публично еще раз об этом упомянул. Н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не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普廷讲，美国出面才会当互乌克兰重回谈判桌。美国媒体进前是报道，拜登下个月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并无打算甲普廷会面。公司新闻7月2编译。巴西总统大选的结果昨出来啊，前总统卢拉以50.9%过半的票数赢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佮坐起了巴西总统大位。卢拉过去已经捌做过2任的总统，不过伊在2018年的时阵，因为乌钱洗钱去互掠去关，即阵会当选，会用讲是历史性的大平盘。不过对手波索纳罗敢若输1.8%，目前也是无出声承认败选。有媒体就预测讲，波索纳罗真有可能会亲像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同款，拒绝接受大选的结果。支持卢拉的巴西民众伫2月日内卢吉亚路欢喜甲男做伙庆祝巴西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前总统卢拉胜选，有人感动甲哭。30举行的第2轮投票，结果卢拉50.9%的得票率险胜波索纳罗的49.1%。Esta não é uma vitória minha nem do PT, nem dos partidos que me apoiaram nessa campanha. É a vitória de um imens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que se formou acima dos partidos políticos, dos interesses pessoais, das ideologias, para que a democracia saísse vencedora. 这是巴西30多年来差距上接近的一摆的总统大选。卢拉只领先200万票左右，一般预料卢拉应顺利当选。按照过去的传统，落选的人会先承认败选，不过波索纳罗还未宣布败选。外国媒体烦恼恐惊甲美国前总统川普同款，拒绝接受败选的结果。卢拉过去捌伫2003年到2011年之间做过2任总统，也捌伫2018年因为贪腐甲洗钱一加580天。这摆卢拉竞选政见主打承担更较侪社会甲环境责任，佮要用新税制来提悬公共支出，佮承诺致力减少碳排放甲亚马逊污染的萎缩。这摆投票结果也是对波索纳罗甲极右派民粹主义的谴责。
拉丁美洲各国领袖拢伫推特发文祝贺卢拉当选总统，美国总统拜登也俄罗这场选举自由、公平而且可信。不过，卢拉的挑战才拄要开始，因为伊会面临一个极度分裂的巴西。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接落来看以色列的政局。以色列当地时间11月7日要举办这3冬半以来第5届国会大选。为什因为选到遮济届，主要就是因为无政党做过半，内阁做袂起来，有做起来，阁面临疫情等等的困境，做袂掉。这回选举上新的民调显示，无论是前总理纳坦雅胡的联合党，也是现任总理拉皮德的政党联盟，拢摕袂到过半席次。所以讲，这回选举有关是无法度互以色列政局稳定落来。אתם רוצים ממשלה שתחזיר את הביטחון? אתם רוצים ממשלה שתחזיר את הכבוד הלאומי? 纳坦雅胡伫宣传车用激烈的语气影响支持者的情绪。根据以色列主要媒体上新的选情民调，纳坦雅胡领导的联合党渴望摕到30至31个国会席次，现任总理拉皮德领导的未来党以25至27席对伫后壁。值得注意的是，捌执政的工党即马连进入国会条件都无。新兴政党一直出头，其中互人当作右派政党的大联盟宗教锡安主义党，民调预测有摕到14至15席的能力。They may arise from these elections as the third largest party in Israeli politics. This has never been the case in Israeli politics, and this was never could have happened without Netanyahu's actual intervention.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选情分析，在偏右政党声势一直真悬，中甲偏左政党实力有限的情况下，纳坦雅胡3遍担任总理只是早晚的问题。不过以色列小党真多，而且各人有诉求的政策，准讲组成执政联盟，为特定政策脱离联盟，会使内阁解散，这是正事上的代志。也造成这个予自由之家，俄罗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以色列，伫要伫11月7日举行3年半以来第5届国会大选。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